以下哪一個鐘面顯示嘅時間係1時半嘅2小時前？大家好，我係 Math Concept 奧海城分校嘅主管 Miss Annie， 今日會同大家講解下2025年 Math Conception K2 組別答對率最低嗰5條題目。今日我哋會講第18題。咁呢個題目有2個重點嘅，咁我哋講到第一個先。第一個咧就係我哋要數2小時前嘅概念。咁咧，我哋首先將1時半分拆做2個部分先。我哋要數2小時前咧，其實只需要考慮1時呢部分就可以㗎啦。個半咧係唔會受影響嘅。咁所以由1時去倒數2小時前咧，我哋可以利用下面嘅鐘面去試一次啦。咁倒數2步就會係12、11。咁所以個答案咧就會係11時。大家唔好唔記得咗個半喎，寫翻出嚟就可以㗎啦。咁好，同學仔如果做到呢一步嘅時候咧，佢哋應該都會揀得到個答案，可能係 B 或者 E。咁呢個就係第2個重點啦。應該揀 B 定係揀 E 咧？咁我哋就要睇翻2個鐘嘅分別啦。B 嘅答案咧，時針係指正11嘅。E 嘅答案咧，時針咧係喺11同12之間。咁小朋友要知道畫鐘嘅時候咧，如果時間已經係半嘅話，咁個時針咧係唔會對正個數字嘅，因為個時針咧都會跟住移動，會向12點嘅方向移動咗一半。咁所以我哋畫出嚟嘅時候咧，時針就需要畫喺11同12之間啦。咁所以最後個答案咧就係 E。如果大家想睇更多嘅比賽題目，歡迎 subscribe 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。我哋下條片再見啦。